如果你嘅教育目的只係為咗仔女可以升讀一間好嘅大學，咁你可能正正培育緊第一批被 AI 淘汰嘅人。殘酷嘅真相係 ChatGPT 嘅知識儲存庫已經遠遠超越所有嘅 professor。喺未來嘅世界，知道答案嘅人最唔值錢，而識得問問題嘅人先係稀缺嘅人才。鬥記憶力、鬥答題目，仔女根本鬥唔過機械人。想仔女10年之後唔失業，請停止淨係啄住佢哋啲分數，轉為培育3種人類獨有嘅底層能力。第一，提問能力。AI 可以俾你完美嘅答案，但係需要有人提出偉大嘅問題。第二，共情能力。AI 可以模仿情緒，但係佢哋冇溫度㗎。未來嘅領袖一定需要懂得人心。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逆商 AQ。世界變化得太快，比起贏喺呢度，小朋友最重要嘅係輸得起，然後企返起身嘅韌性。大學學歷只係未來嘅入場券，佢唔係保險箱啊！我哋唔好再用19世紀嘅教育方法去教我哋21世紀嘅仔女面對一個 AI 嘅時代啦。